题目开始之前，咱先简单介绍日语的资料。这个语言的使用者主要伫日本国内，图内底侵纳式的部分是日语这个国家的位置，其他浅纳式的部分表示讲，伫这个地区日语是因重要的少数语言。以下附上这个语言的语系表，咱会当看出讲，日语阁不止啊特别，因为伊家己正做一个语系。这个题目要探讨的是日语的母音无声化 （Japanese vowel devoicing）。对日语有趣味的同学，会当敲出 vowel devoicing 这组关键字。若有注意这个语言的现象，阮当会互你的日语发音更较标准。而且，拢总有27个日语词类 ，gloss 的部分是这个单字的英文翻译，咱用细音符啊来代表无声母音。畳、友達、うち。手紙、とても、男。すき焼き、季節、ぶさた。父、机、手伝う。下、北、待つ。出口、釣り、季節。夏、包む、地図。肩、布団、不義。松下、悦子、福安。刷落来是4个题组。A 这题咧问讲呢，日语的啊、伊、有、A、O 这5个母音，倒几个有可能是无声的。B 这题咧问讲呢，这个无声母音甲伊对应的有声母音，敢有呈现着互补分布 （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）？就是讲，有声母音会出现伫一种状况，无声母音伫另外一种状况。若抓准有安尼，就来请你将因分布的环境甲描述出来。C 这题咧问讲呢，这个对应的有声母音甲无声母音，敢是同一个音素的同位音？也就是讲呢，有声母音甲伊对应的无声母音，敢是同一个家族出来的兄弟姊妹，还是讲因是无同款家族的人？伫这个题组呢，请你找出一条规律来决定讲母音伫什么状况会变做无声母音。描写这个规律的时阵呢，你会当用文字，嘛会当用符号来描述。大先头一步，咱甲所有的无声母音用红色标示出来。观察了后，咱会当知影讲，干那有甲伊这2个母音可能会变做无声的。再来第2步，咱才有一张表格，其中母音伊甲有拢有用红色还是蓝色标示。红色代表无声，蓝色代表有声。所以咱会当看到讲，这张表格我用粗的乌线将伊分做2边。倒手边要探讨的是无声母音，无声的有甲伊这2个母音，我用红色甲标示出来。然后我将母音头前甲后壁的子音，就是讲子音组 （consonant cluster）， 我甲画底线。根据咱的观察，会当发现讲，敢若伫伊甲有头前甲后壁拢是无声的子音的时阵，
才会无音，才会变做无声化。其他的时阵，才会无音拢是有声的，就亲像若是这边所标示的情形。伫倒手边，咱会当看到3种状况，无音变做有声。第一种是伊还是有，因的头前还是后壁有对到另外一个无音的时阵。第二种是讲因的前后有任何一个是有声的主音。第三种的情形是讲伊还是有出现伫思路的起头，也是尾流。伫遮，请你注意一下，即马我甲语音的环境用红色来标示。伫遮，咱会当有一个结论，因为无声无音发生的环境敢若一种，有声无音发生的环境是所有的其他的情形。所以讲，无声甲有声无音，正正是呈现互补分布 （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）。第三步，咱即马来判断讲有声甲无声因敢是同位音的关系 （allophones）。根据咱大拄仔第2步的结论，咱会当知影讲伊甲有这两个有声的母音，甲因对应的无声母音是呈现互补分布，所以咱会当判断讲因是同位音的关系。伫遮，咱会当摕有这个母音做例，有声的有甲无声的有，因伫语音上不只亲像，因唯一无共的语音属性 （phonetic feature） 就剩一个是讲有声，另外一个是无声，所以咱会当将因当作是共一个音素，就是讲有声有甲无声的有，因是共一个音素会加族出来的兄弟姊妹。第4步，咱甲伊甲有摕来甲其他3个母音 R、O、A 来做比较。伫遮，我为题目的语料摕出3个单字出来，母音的部分我用蓝色来标示。咱会当看出讲，虽然这3个母音因前后拢是无声的主音，不过这3个母音因悠远是有声的。伫遮，咱来看正手边的这张图，这5个母音喙齿发音的位置来看，伊甲有伫上界顶悬，属于悬母音。其他的母音伫中间站，属于非悬母音。即马，咱综合头前所有的讨论，上尾一步，咱要找出规律。那用文字来描述，就是讲，悬母音有甲伊，当因的头前后壁拢是无声主音的时阵，因就会变做无声化。即马，咱若用符号来描述结果，就亲像安尼。伫遮，每一个符号下骹的底线，拢甲顶悬的文字有互相对应。